來關心天氣，即馬受到這鋒面的影響，今仔日在台灣中部以北甲東部地區呢，落雨的機會是提懸的，會轉做是短暫陣雨的天氣，有的所在甚至佫會出現雷公雨，尤其北部呢是真有可能出現這局部性的大水雨，天氣是變甲真無穩定。因若這鋒面會漸漸啊刷向中南部，明仔載甲後日這中南部地區呢，也會出現這短暫陣雨，也是講雷公雨，各地也要注意這短時間內的大水雨。今天在北部地區呢，可能降雨的情況會稍微比較明顯，而且會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的幾率哦。那在東半部甚至在中部地區的話，是屬於零零星星可能會有陣雨或雷雨的一個情況。那到了14號之後呢，我們還是受到滯留鋒面的影響，不過雨區呢是有漸漸的往比較偏向是在山區的地方去移動哦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在北部地區跟今天相比，降雨的情形稍微沒有這麼的明顯。東半部依舊還是屬於迎風面的陣雨或雷雨。不過在中南部地區的話呢，可能在這一段期間降雨的情形就會稍微比較明顯。受到黃酸雨鋒面，也閣有西南氣流變強的這個影響。北部對下晡開始，這雨就會愈來愈粗，中部以北呢是攏會受到影響的。明仔載就連中南部也會轉做是落雨的天氣。因若北部呢是因為雨落落來，這溫度有小可降低，暗時這低溫差不多是佇20度左右。氣象署是提示講，這波鋒面呢會影響3天，就要等到5月16拜六的時陣，這鋒面離開，各地才會恢復濟雲好天。